周一特斯拉嘅股價真係慘到痹，一嚟就跌咗15.43%，創咗自2020年9月以嚟最大單日跌幅。呢一跌，馬斯克嘅身家一夜之間就瀉咗290億美金，今年到依家已經蝕咗1320億美金。雖然話瘦死嘅駱駝重過馬，佢依然穩坐全球首富嘅寶座。收市嘅時候，淨資產仲有約3010億美金。呢排馬斯克嘅日子過得真係夠精彩。上星期四 ，SpaceX 嘅星艦火箭發射幾分鐘後又爆咗，呢已經係今年第2次啦。都唔知馬斯克心入面嘅陰影面積有幾大。上星期五，特朗普總統要限制馬斯克權力嘅消息傳得滿天神佛，共和黨高層嘅憤怒唔係講笑嘅。去到星期六，反對馬斯克嘅示威活動喺全美各地嘅特斯拉展廳蔓延，曼哈頓仲有數百人抗議，場面相當震撼。屋漏兼逢連夜雨，周一特斯拉股價暴跌，變咗今年標普500指數裏面表現最差嘅股票。與此同時，佢嘅社交媒體平台 X 亦因為網絡攻擊幾次癱瘓。馬斯克仲話 IP 地址嚟自烏克蘭地區。面對呢一連串嘅壞消息，馬斯克都算樂觀，喺周一嘅訪問中笑住聳聳肩，仲引用上世紀70年代嘅歌仔話：要永遠睇到生活嘅光明面，但現實就冇咁輕鬆啦。當俾人問到喺都大搞政府重組嘅時候，點樣經營其他業務，佢都只可以無奈咁話非常困難。馬斯克呢條路接下來仲唔知要面對幾多挑戰，我哋就搬定凳仔繼續睇戲啦。